团去哪里？也是那位，是山洞里的篮球场吗？也是中国贵族的一间三龙小学。很对呢，感觉不用开冷气也很凉快耶。也是经过几千年自然形成的山龙哦。不会吧，基地是比航机哦。也台是改装过的比洋机，比求子啊一间幼稚园的摆度，转做小学的游乐场。呀，两间好搞都好酷哦！还有嘛该神奇的好搞，快告诉我！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熊年奎，欢迎收看这礼拜的社会事件簿。来这礼拜社会事件簿，我同大家来看到世界社会有天时条件的观众朋友有动态关系的特别的好搞，有哪条特别的好搞呢？新闻小介就是现场啊特别来宾，第一两位做主编的小亮，大家好。过来你看到老米，大家好。第三排刘国少，大家好。准备。冲头，大家好，来，先欢迎四位，给你非常感谢时间研究的现场共同讨论，你们个某群人好高，你们能想到最特别的学校有什么？自学。哦，自学把自己当例子啊。起智或起冲 OK， 确实比较少见的。那今天就跟着我们一起大开眼界，好不好？跟我来看这礼拜社会看世界。學校就係一群人集中向下學習嘅地方，係好乜嘅呢？延伸到4年前400年邊呢，嘅路頭擺嘅中國看下咧，嘅樣時學校地位搞乜嘅喏？我看先生中意乜嘅，故說大家先生教嘅東西都冇用用，唔可能有糖果、孔子、老子、咩子，佢哋話都係嘅樣時嘅先生哦。接下來，演繹地球嘅另外一片。4年前，300年，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創立了一個柏拉圖學院。第一間學校度冇固定嘅課程，咩冇固定要教嘅東西，甚至冇規定乜人係先生，乜人係學生嘅。計算來，大家自己做乜嘅喏？喺柏拉圖學院度，大家學習嘅方式係相互問問題，整個向下來討論。向下來研究，做啲講係就問來問去研究啥。前面我轉到一下，也係啲古巴嘅一間馬戲團學校，地位當到小學嘅係為咗賺錢讓入來嘅一間軍事學校，啲俄羅斯小學嘅啲地位進行當到體能訓練，還有當到無窮用嘅軍事演習噃，唔可能會發現。學校會因為無窮用嘅時態來改變，甚至做得對無窮用嘅學校認識無窮用嘅文化，韓國有當到冇看過嘅學校哦，向下來看下去。可是有當到俾你想都想唔到嘅學校，根據呢個題目要問到乜嘅，就請 New Star 同你來看題句張題圖，地球開始轉動，往哪去呢？哎，南美洲的。巴西，巴西嘅乜嘅素材、乜嘅題目咧，直接出題。佢哋啲演習乜嘅緊急狀況咯？第一讀到勇，第二讀到衝戰，第三讀到太極圖。好，我們先請初試答案。因為遇到槍戰，可能就是因為上面都是槍林彈雨，那你又不可能直接走，因為他們都是小孩，不可能就直接走出去，所以應該是要躲進防空洞，然後保護自己。你們在學校演練過遇到槍戰嗎？沒有。你在同學的周遭有聽過有誰遇過槍戰嗎？沒有。你為什麼覺得小學生會遇到槍戰？
枪战就是上面有枪，所以趴在地上会比较可能躲避枪的。你是说子弹对不对？那遇到大地震，如果它一晃，上面那些课本就掉下来，所以不太可能。遇到熊的话，理论上不是这样的，因为遇到熊的话，虽然我也不太确定到底是怎样，但是我感觉不像是会趴在地上，因为也是有吃腐肉的熊，所以装死不是对每一种熊都有用，要看你遇到什么熊。然后3的话，遇到大地震，我是就是地震的话，不是都会躲到他会说桌子或柜子旁边，因为那样墙壁挡下来有比你高的东西帮你挡嘛。但是其实有一部分的小朋友是躲在那个看起来最危险的地方，就像拿奥米讲的，有很多东西陈列在上面，很容易掉下来，甚至就直接躺在墙壁旁边。所以我觉得是2。我觉得我选错了。不管地震的时候你要选要做哪些动作？就在桌子下面啊。桌子下面。那他们现在在哪里？地板上面。地板下面。然后呢？还要做什么？逃生。逃生。那他们有在逃生的样子吗？没有。OK。来，请看解答。哇哦！好啊，来，先把你们的地球拿出来。有点松了一口气耶。但是，就像我刚才一直问大家的，小学生应该遇到枪战吗？我们先用照片来说明。这张照片，你们猜他们为了什么而举手？你遇过枪战吗？不是笑话，就是你自己或你的家人，不止遇到枪战，因枪战而丧命。班上14个，有6个人，将近一半的人，他周遭有人因为枪战而丧命。3來看下一張相片，来第2張照片，是2個年紀看起來大概跟我們在座差不多的學生，他們在畫曾經目睹過的事件。你們要不要猜一下這2個葡萄牙文的是什麼意思？警察或軍人。像 police 警察，那另外一個 a student。听起来像什么？学生，像是学生。对于身处在巴西贫民区的这个年纪的人来讲，这就是他们要过的生活，所以才要在学校里面教他们遇到枪战的时候该怎么做。那实际上，如果走对马改，很强 New Stock 的给他。哈，在学校遇到枪战，真惊喊电影样，黑讲黑矮，根本不敢去上学了。不，我们知道懂电影讲呢。根據統計，里約熱內盧已經有20間學校因為接有警匪衝戰，故所就讓學校關閉了。他們是在畫警匪槍戰的過程嗎？記得迄地方有一個細來的警匪衝戰地圖，本人冇生意，辭世了。兇片轟給誰摸？該不會也是被？不，佢上台體育課過後，喺學校嘅門口冇生意，本人辭世咧。那陣相片嘅人，就是一個細阿妹嘅阿妹。哈，佢一聽動艱苦。一面牆就是條下嘅細妹嘅學校度，嗰條本烏色噴漆掀起來嘅，就是警匪衝戰留下來嘅衝嘅孔。太誇張了吧！難怪大家要上街抗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开始我还是纳闷，就是他画的那个图，怎么会警察开枪打学生？原来就是刚才解释的，可能在枪战当中，觉得警察是要打坏人，但是误杀了学生，被流弹波及。我觉得就很无辜就被杀了，这不是你的战争，但是就这样死，人就这样死了。你们可能担心的是，考试考不好，可能是早上爬不起来。他担心的是，明天我出门之后会不会被枪杀？来，第一个题目，南美洲的巴西。接着我们看 New Stock 带我们到哪里？你从南美洲右转到亚洲，这是哪里？印度，很大的一个国家。要关于印度的什么特别学校呢？请出题。請問也係一間乜嘅學校呢？
第一，云淡风嘅福狗；第二，海面風嘅福狗；第三，林內風嘅福狗。请出示答案。我扩出去。如果它是在云端上，就是那种很高的地方的话，对，比方峡谷的缆车啊，就是如果是缆车的话，也不会在那种有高楼大厦的地方盖缆车。很好。有云端不应该会有房子，对不对？这两个感觉是有冲突的。云端有没有可能是指网络空间？因为我不知道，人家会形容网络空间是无限大，就好像你把东西放到云上面，你可以放无限多。就感觉这好像跟陆地有点近，我不知道后面那绿绿的是不是树还是什么的。哪里有绿绿的？行道树就是后面他们有一点绿。哎，你看得很仔细，我没有看到这丛绿色的。另一对不对边也有，所以我在想会不会那是行道树？我觉得关键就是那个绿，它把云端跟海面好像都剔除了。而且海面可能你要去想，有的人会不会晕船还是什么？究竟我好担心。上面、地下还是陆地上呢？请解答。拜托。哇！来，我松了一口气啊。三位，第二颗球。这个时候，好开心。富有爱心的主持人就应该走向至今到2题都还没有拿到地球的先生这边。没关系，我加油我要加油。好啊 ，School on Wheels， 为什么是轮子上呢？下一张照片。我原本以为啦，就是实地去看，到处去看，搭这台车就到处去看各个他们要学的东西，去实地看他的学校。可是我发现我好像有点误会。上面我们没有看到，他写 The right place for every child is school。他们也是在印度的贫民区，那很多地方可能他们没有能力去学校，所以他们就发明了这种公车，其实就是让你来念书的地方。这个要怎么样来执行呢？我们请 Newstalk 带来更进一步的解说。哇塞，那他们不就是要搭上一台真正的校车吗？这是彩虹嘅福狗长错啊！吼吼，一台马士改装过，变做一件福狗，一件做得驶来驶去嘅福狗哦。老上课嘅机会，驶到穷苦嘅地方。也比同到小学嘅都天天也爱乡下做事，记得啊就做得啲做事歇困嘅时节来上课哦。按用清好呢，记得很用的上岛间哦。也是印度一个民间基金会上岛嘅，因为啊印度嘅教育资源无那多，尤其係啲农村地區，還有窮苦嘅所在，同到小學嘅冇機會受教育。韓國啊，連學校都冇，故所大家就聽書上到嚟一個辦法咯。哇哦，呀黑馬街，他們該不會是在等傳校吧？冇偵查，也係孟加拉嘅漂漂船學校，留印度嘅布布查學校共用，本日到冇法度去一般學校讀書嘅小學嘅有學習嘅機會。行人家國家強調會在亞洲係哪位咧？要搶 Newstalk。哪裡？嘿，俄羅斯。去接到一個問題。一排幼稚園嘅成人呢，啲開乜嘅訓練咯？第一，對成人；第二，淋冷水；第三，講舌準。李子超，为什么你会选？有可能有吗？ 2个筒子，其他人有看到这2个筒子吗？有，有啊，所以很有可能就是浇冷水啊。你不知道它里面装什么啊？而且浇冷水这个名字好怪哦。他们吐槽你，而且为什么要在冰天雪地浇冷水？不是会把自己冻死？而且为什么要教小孩子？对啊，是小孩子哦。难不成是教老师吗？堆雪人是不太有可能。堆雪人不用浇，没有哎，我试着在雪地堆过雪人，很难。非常难堆。你光是要做那个雪球就不容易了。对，可是就算是这样，堆雪人也不会浇啊。除非他有堆雪人大赛。对，你们都对自己的答案很有信心，还有3个选3的人。问题是，
把这一堆扛过来吗？这是血砖吗？你们讲的是这个吗？俄罗斯它不是战斗民族吗？哇，我的梗都被你讲掉了。所以可能他从小就要开始练习一些提升肌耐力，或是让自己比较能耐重的一些训练。到底係三個音錯，又係二個音甜，哎呦，面都炸爛咯！要講一下到底係乜㗎？不簡單呢！完蛋！哇！來第三顆球，不要氣餒好不好？你們這樣子都氣餒了，我完蛋了。向左看。紅手頭怎麼辦？他桌子還空着嘞，來。你們看一下，他大概多大年紀？幼稚園。有沒有？很厲害。這邊大概是每天的，如果那一天的溫度是0到-25度，他們每天都會做一次。然後我們看下一張照片。去之前你看，這是什麼環境？你們看到？烤箱。他們讓身體先暖和起來，然後要教大家哦，有水嘛，所以要把鼻子捏着。一個很確實的做好，再看下一張照片。最辛苦的是誰？你們有沒有看到？老師。為什麼？他每年這麼做，他每天都要，每年或者每天都要做一次。沒錯，哎，恭喜玉子燒了！到底今天的最後一題 ，New Stock 要帶我們到哪個地方？而且今天玉子燒有沒有可能鍍金呢？金球出現了，到底最後一題要現在又搶 New Stock。來，哦，不會是台灣吧？哎，是我們的鄰居，香港。來，先看第一張照片。哦，幼稚園，托兒所。好了，我們請 New Stock 出題。請問一條聲音呢來訓練班。係為到乜嘅面試呢？第一變做細細嘅山工，也係第二變做平面馬道，第三變做幼稚園嘅學生誒。都有了，來，請出示答案。你出示之後就不能變了哦，你放上去之後就不能變了哦。你確定嗎？你確定嗎？好，不能變了。又是一個3-3-2-2的組合。拿到金球比較重要，還是沒有拿到球比較重要？沒有拿到。好，那就沒有拿到球，有可能是你。來，為什麼？成為幼稚園學生應該不用面試吧？就是報名一下，然後幼稚園跟你說有沒有名額就進去了。啊，小道士也應該不是在這種環境去訓練成為小道士，所以就選平面模特了。如果第一成為小道士，如果他們真的要成為小道士是有可能，可是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換服裝，可是他們現在穿的服裝不適合。它上面寫的字，你們剛才說要看，現在比較完整。香港天才兒童藝術協會。香港天才兒童藝術協會，為什麼是幼稚園？幼稚園跟兒童的比例是不成比例的時候呢，很多時候幼稚園會採取比較積極的手段，去盡可能的篩選最好的學生進來，不是嗎？剛才我看前一張圖片，就是它的環境就是很像幼稚園，然後就像小樣說，可能會盡量篩選最好的就是學生。當平面模特有一點太不適合了。可是我覺得他們都盛裝出席，挺可愛的，可愛，而且衣服穿得乾乾淨淨的，很整齊。所以，如果是我可能會選平面模特。到底，因為至為關鍵在這邊吼，他們兩個答案不一樣，吼，所以一定有一個會出現金球，或是有人一顆球都沒有。有請 New Stock。好可怕！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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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恭喜一直烧，小窝事件部金球王再次诞生。嘘。哎，我们你要先听得奖感言还是败选感言？讲一下你的心情。就没有想到啊，但是就是没关系，我就认了。金球王交2招，为什么你4题都答对？我没有想太多。就像大家很好奇的，尤其是我相信有位同学更好奇，怎么可能啊？一定是平民模特嘛，哪有什么幼稚园还要面试？为什么要面试？有请 News Dog。什么？幼稚园也要面试？不，我没知道，懂奇怪。在香港，有到野外知道4年呢，讀了較好嘅幼稚園過後，下禮拜升學嘅路會較順遂。記得話，較受歡迎嘅幼稚園就會辦入學面試，家長必到本4年呢通過面試，就本記得去上面試訓練課啊。按這個4年嘅愛訓練乜嘢啊？先生會訓練記得排練嘅，提筆章。從高嘅跳舞、認東西，還有像一個2歲人嘅細佬，也喺啲進行模擬面試。咁樣講，為到去參加幼稚園嘅面試，佢總下上咧3種無共樣嘅訓練課程。韓國啊，也係經人生地位度第2擺重要嘅面試。韓卡西嘅時節，為到申請托兒所，沒有參加過面試哦。Oh my god！托兒所也要面試，那乾脆出生的時候也讓爸媽面試就好了，都給他面試就飽啦。今日節目地圖看到世界戀愛都取得大開眼界嘅學校，你對世界社會來講，佢哋印象最深嘅係哪件？我覺得是那一個，就是在輪子上的學校。School on Wheels。我為什麼會選那個輪子上的學校？是因為我覺得像這樣，這是一個可以讓偏鄉兒童也可以受很好教育，而且他不用大老遠的奔波的方法。還有，這跟我小時候看過一本書連結。我很小的時候看有一本書，就是在講有一台校車，它壞掉之後被改裝成圖書館。我覺得那個香港就是對於成為幼稚園的兒童要面試這件事情很特別，因為在台灣至少我看過的幼稚園從來沒有要面試過的。除了驚訝，我會覺得身為一個家長，就是我很同情在香港的，如果我的小孩子香港出生，從1歲2歲就開始這麼競爭的話，我覺得那不會是一個好過或是輕鬆的童年生活。我對這個也很有感覺，就是太可怕了。你看他要去上訓練班訓練他英文、跳舞、唱歌，不會排隊做好。2歲連話都還講不清楚，那都是幼稚園應該做的事情啊。他卻在那個之前，金球王，我要講的是那個俄羅斯，那個他們潑冷水的戰鬥民族。那其實也我瞎猜了。如果你的學校在這麼冷的天氣要你這麼做，你會怎麼看待這件事？可以，但是重點是要可以穿衣服，因為剛才那個圖裡面很多人都是只穿一件內褲，然後不穿衣服的。是他的泳衣，所以要穿衣服。所以你是怕不是怕冷？對，是怕被人家看到。對。好，很重要的又來了，洪聰頭先生。今天究竟要接受什麼懲罰？來，我們先公布今天的獎勵是，沒有冰水讓你們淋，但是有冰棒讓你們吃，好不好？來，有3位可以吃到冰棒，其中金球王要的話可以吃3隻，好不好？大家更關心，尤其洪聰彤先生更關心的。你們猜是什麼？賓客。好啦，今天很多要求了，如你所願。真假？來，好不好？不好意思，遊戲的規則，慢慢享用。大家禮拜六我們的7條班，記得還要準時收聽。4位4天部，謝謝大家。來，請問一下，金球王，我可以吃1隻嗎？我可以吃1隻嗎？哦，那我留一隻。
你把冰块吃完再说吧，我们都要看到你吃，好不好？哦，哇来哦，哎，冰块怎么样？感觉它小到好吃，好吃，好吃，很脆啊！不要它小到喷出来。我们都快要融化了，我看你的都还很好好的。再来一碗吧，哎，他说可不可以续碗？有没有？可以再来一碗，有没有？我先帮你准备。